因过我嘛爱伫咖啡厅酒作伴，老的服务生讲，甲遐个按摩照共款，甲伫暗暝需要光的人共款。啊，我转去就随要就眠床啦。咱两人无共世界。老的服务生讲，伊衫换好，准备离开。这毋是青春甲自信的问题，随往迄拢是美丽的物件。逐暗我拢无想要遐早收店，待念着凡世有某美人需要咖啡。啊，兄弟啊，有酒馆开透暝的啦！你袂了解，这是一个清气舒适的咖啡厅，照明充足，光线拄拄好，而且阁有树仔影。来去来去！迄个较少年的服务生讲，我嘛来去。另外一个讲，伊甲电话切掉，继续熬熬念。无错，光线是真要紧，嘛爱清气舒适才对。你无爱伫音乐，确实你无要伫音乐。就算酒吧专为这个时阵开，你徛伫头前嘛无办。伊是你惊啥？毋是惊，嘛毋是吓着。迄是实甲要烂去的空，一切拢是空，人嘛是空，啥物拢无，干那光，阁小可清气秀甲规矩。伊活伫遐，毋知伫遐，伊知影遐一切拢是哪达，阁刷落哪达，阁哪达，阁刷哪达。地主哪达伊哪达用。哪达味高，竟哪达如哪达在，哪达在其中意。学哪达字是哪达字，不译哪达好。基础哪达，物哪达伊哪达，刷落哪达，我用哪达，哪达字。伊微微啊笑，徛伫吧台前，水汽压入咖啡机。金细细。你要啥？少爷问。哪达？Otologmas。少爷讲了随滑头。洗杯就好。服务生讲，少爷有意添一杯。只个电火光算数时。毋过吧台无够金，服务生讲，少爷金甲上无用，实在收换啦，莫加话啊啦。搁要咖啡豆无？免啦，多谢。服务生讲，我头就来离开，伊无介意吧台甲酒吧，一个清气。光正的咖啡厅就是无共，即马伊无阁想遐济，伊要转去伊的房间，将衣尾伊的倒立眠床伴日头光落去。伊对家己认真讲啊，这有可能是失眠症，着这镜头的人介济。